如果你过了30，条件不差，工作也稳定，但就是遇不到真心想混的女生，也许你可以了解一下跨国配对。Lovelock 这里有一个30分钟免费的线上1对1咨询，是专门给条件稳定、认真考虑婚姻的男生。在这30分钟里面，我会用顾问的角度帮你看清3件事。第一，到底跨国婚姻适不适合你？在语言、文化跟家庭背景的差异下，到底是不是你能承受得了的？第二，你现在是怎么认识、发展跟维系关系？很多过了30的男生条件不错，但还在用20出头的约会逻辑。第三，如果要走向婚姻 ，Lovelock 在这边可以怎么帮到你？如果聊完你觉得 Lovelock 的服务适合你，而我也觉得我可以帮到你，才会跟你解释服务流程跟配对方案怎么运作。如果不适合，就当作是多拿一个清楚的方向，完全没有一定要报名的压力。所以如果你是过了30，条件稳定，也愿意为感情留一点预算，可以看我们影片下方的资讯，加我们的 Line、WhatsApp，或者是私讯我们一句预约30分钟免费咨询，我们会联系你。